Hello，大家好，千呼萬喚始出來啊！GM，今日係3月24號啊，咁啊歡迎大家收睇星期四嘅 eBall Live 節目啊，今日就阿旭就在場啦，死代啊！死代喐，劍橋死代出現啦啊，咁啊今日我哋即係照做翻足球嘅話題先啦，咁但係咧本身就賽前即係節目之前就同阿旭咧夾過啊，今晚講啲咩啦，等等成啦，咁啊突然間發覺好似有啲嘢要改一改動啦，咁因為就係啦，咁啲唔係太開心嘅消息就傳出啦，咁啊所以台長我哋即刻去圖片啦。咁啊，球王就告魯夫啦，即係荷蘭球王啦，係啊，係啦，咁啊啱啱就因為肺癌咧就即係過咗身嘅啦。咁其實佢肺癌嘅消息都傳出咗一段時間啦，其實應該舊年10月嘅時候咧就第一次傳出嘅。係。咁啊，確實啦。係啦，第一次確實就話啊係啦有肺 can 啦。咁啊，然後咧大概好似2月嘅時候，佢哋接受訪問咧都幾叫做有趣地去咁講嗱，我同癌病而家就打緊比賽，我啊暫時領先緊2-0咁樣樣。咁啊，但係你都知啦，即係身邊啲即係或者啲識嘅啲藝人啊點啊，都一定係話俾你聽，我要努力啲戰勝個病㗎啦。咁但係有陣時都事與願違，但係估唔到咁快咧，事隔1個月都唔夠就與世長辭啦。係啦，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有邊個咧？阿妹都話佢康復緊嘅。係啊，係咪？但係好快啊，成件事。即係對外嘅消息總係好似報喜不報憂咁樣嘅。係，亦都報憂都冇用啦，即係唔通話俾你聽我好驚死啊？咁唔會啊嘛，係嘛？會全世界集氣咁就會好翻啊，唔係超人迪迦啊嘛。係啦，喂，阿依雲好悶啊，可唔可以揾次問第二個問題啊？喂，我最近睇你幾次留言，你次次都係問呢個問題喎。好，咁我哋即係今日既然係咁，就去簡介翻少少，或者即係回顧翻少少告魯夫啦。咁啊，喂，你就話你從來冇睇過告魯夫踢波啦。咁啊，你對佢認識係咩先 Chatroom Bada 都同我有一樣嘅話，告魯夫唔係好熟。即係對我哋嚟講，我哋淨對呢個名字啊，告魯夫轉身聽過啦。係。巴塞嘅王朝係佢建立嘅，係。呢啲就知道啦。係。咁但係實質上佢係一個點嘅球員啊，風格如何啊，有啲咩輝煌嘅歷史咧，真係一知半解嘅啫。即係如果以我呢個球齡嚟講，了解。咁啊，即係我諗比較或者應該咁樣睇緊節目嘅朋友，我相信本身對告魯夫嘅認識都未必會太深，因為即係以我哋嗰個年紀啊。係嘛，3劍俠年代係嘛？係啦，咁啊，即係但係講起告魯夫，大家都通常第一個諗法就會同佢講諗起就係全能足球啦，係咪？咁啊，有啲人就話全能係啦，有啲人認為全能足球之父咧就屬於米高斯啦，因為當年米高斯就係74年即係帶荷蘭國家隊係啦，咁而當年佢將佢嗰個10上16個全能足球即係發揮得淋漓盡致嘅其中一個核心成員就係屬於告魯夫啦。咁啊，但係咧，亦有啲人咧亦認為，如果係全能足球前面再加現代2個字咧，現代全能足球之父咧。啲人就會揀係告魯夫啦，原因係因為真係你講米高斯之後88年就帶荷蘭就攞埋呢個攞到佢哋即係荷蘭即係史上面第一個叫做即係大賽嘅冠軍啦，就係歐洲國家杯啦。咁但係告魯夫之後，你話喺巴塞隆拿好係啦，甚至乎好多人都認為嘅就係而家我哋球壇上面嘅哥迪奧拿啦，係啦，甚至乎喺西班牙國家隊啦打緊嘅一套嘅足球咧，甚至乎應該咁講，啲人認為巴塞呢20年踢緊嘅足球咧，其實都係源自於告魯夫帶嚟嘅一個嘅體系，帶嚟一個踢法，去令到即係而家巴塞隆拿嘅足球可以咁所向披靡，甚至乎西班牙嘅足球係咁厲害啦咁樣樣。同埋甚至乎啲人就會話2010年嗰陣時記唔記得世界盃決賽就係荷蘭對住呢個西班牙啊嘛，係啦，即係最好笑嘅就係嗰陣時啲人就會即係幾有趣地話，喂，呢一屆其實決賽就係屬於告魯夫嘅決賽，原因係因為嗰陣時荷蘭同埋呢個西班牙陣中加埋即係屬於巴塞同埋亞積士青訓出嚟嘅產品咧，多達17名。告魯夫頭底啊，係啦，而嗰年嘅夠踢兩隊係啦，而告魯夫就唔係太中意當其時嘅荷蘭嘅，因為告魯夫係崇尚華麗，即係佢同摩連奴應該咁講，如果咁講，佢同摩連奴應該係一個極端嚟嘅。摩連奴就係一個功利足球嚟嘅，佢就唔係佢崇尚真係嗰種踢法華麗藝術家嚟嘅，我會咁講法。係啦，咁啊，佢嗰陣時認為西班牙係比佢喺佢眼中，西班牙係比荷蘭更荷蘭，因為佢嘅嗰陣時2010年嘅荷蘭就覺得唔係好係佢自己所認識嘅荷蘭啦。咁啊，而且我甚至乎咁講法，即係呢個係我頭先即係知道告魯夫嘅死訊傳出之後，即係做少少嘅功課同大家分享啦。告魯夫咧原來係被譽為即係荷蘭，如果你話10大歷史上最偉大嘅荷蘭人啊嘅選舉嚟計咧，
告魯夫咧係佔第6位嘅。荷蘭人講緊，即係唔係淨係踢波嘅？梗係唔係淨係踢波啦，梗係唔係淨係踢波啦。而老實個名單入邊我有揾過下嘅個名單入邊咧，我相信咧我同你會識嘅咧應該得1、2個嘅啫。係。包括係邊位咧？包括其中一位咧就叫做梵高。係啦，唔係雲膠咁就得啦。包括其中一位就係梵高，梵高就排第10位嘅啫。咁啊，排第1位啊、第2位，即係我每個話翻俾你聽，佢哋實際上係啲咩人啦？第1、第3咧都係呢啲政治人物嚟嘅。係啦。第2位係荷蘭嘅國父啦，第4位係一個科學家，第5位係一個哲學家，第6位就係告魯夫啦。即係你會明白到佢喺荷蘭人嘅即係心目中係啦，嗰個地位係去到幾咁厲害，即係嗰個影響個對於個現今足球嚟計個影響會有幾咁大㗎。咁啊。甚至乎告魯夫嘅踢波嘅時代就曾經3次奪得呢個歐洲足球先生啦。咁如果你會問，哎呀世界足球先生呢？咁樣，大家記得世界足球先生呢係90年代先至有出現嘅，而家又變翻2合為1啦。咁當其時71、73同埋74年呢，佢都3次攞到歐洲足球先生嘅。咁我記得我年零前喺嗰陣時都唔係 eBall，嗰陣時同阿史坦一齊做嘅唔知咩節目嚟嘅。嗰陣時我記得BFB 節目嚟。我記得我問過個問題就係話呢，史上呢其實得一個人呢係一季入邊攞晒歐聯、世界盃同埋唔記得咗乜鬼，同埋聯賽，而當屆係攞唔到世界足球先生嘅，即係歐洲足球先生嘅。咁嗰位呢就係碧根包華。而碧根包華當年呢就係輸咗俾告魯夫啦。即係甚至應該咁講，德國人西德人可能喺74年嘅世界盃係贏咗場比賽，但係你話影響嘅深遠或者對於社會上面嗰個 impact 嚟去計法咧，咁就一定係當屆嘅荷蘭咧就居功至偉嘅。咁啊嗱，繼續去講講啦。咁至於74年嗰屆世界盃啦，我啊有幸啦，即係以前咧，即係 Simon 買好多啊，即係 Simon 買好多書啊、碟啊咁嗰啲噶嘛。你有冇即係有陣時上網會睇過一啲經典嘅戰型先？足球嘅經典賽事啊嘛。哇，好似黑白又有啦，黑白年代又有啦，咁同埋大家都知我曼聯球迷啦，即係好經典嘅好多畫面都係喺啲 fan page 嗰度有睇過嘅。明解嗱，即係咧，曾經有段時間都仲係 VCD 盛行嘅年代，你都知幾月遠古㗎啦。咁啊，有陣時都會有啲嘅足球嗰啲賽事嗰啲片段咧，係會變成一隻碟，然之後可以俾你買翻去收藏咁樣嘅。咁啊，我記得有一次我自己買嘅第一隻碟咧，就係即係關於足球嘅碟咧，其實就係1974年嘅世界盃。我細個嘅時候咧，係跟我阿哥咧係一齊中意荷蘭。係直至去到98年之後，我先至即係終於意大利。其實我中意意大利嘅最起初係因為巴治奧啫嘛。係我自己最初係因為巴治奧，而之前係因為我屋企兩個阿哥都係荷蘭 fans，兩個阿哥都係 AC 米蘭 fans，即係細個係一定會受到薰陶咁啊！大個你終於有自己嗰種自己中意嘅嘢啦。咁所以細個咧買咗呢隻1974年嘅世界盃決賽嘅一個比賽咧，係感覺係非常之好嘅，翻屋企睇咁樣樣。咁當然你要發覺同現今足球一定爭好遠啦，係咪先？咁啊，你都估唔到嗰屆荷蘭竟然係會輸嘅。嗱。如果我話要陣中咧，有幾位即係你有我哋球迷們有機會識嘅球員啦，好唔好？即係而家去同你講嘅話，咁啊74年荷蘭嚟計法嘅話咧，荷蘭隊後衞啦，有個曾經係教過中國國家隊嘅阿里漢啦，我諗你有聽過呢個名啦，應該係啦，曾經係主教練嘅。另外就尼斯堅斯啦，尼斯堅斯實聽過啦，咁啊係啦 BFB 都有啦，一定有啦，係啦，咁啊告魯夫啦。咁啊，蘭辛布寧啦，即係都係一個好出色嘅一個前鋒球員啦。咁啊，另外啦，右手邊嘅話咧，德國咧可能會仲熟啲，德國龍門就係美亞啦，係咪？呢啲你咧熟㗎啦。係啦，咁啊，碧根包華啦，福士啦，係啦，畢特拿啦，左閘嘅，睇下先，我望一望下，前鋒就係德國第一代嘅軍炸機梅拿啦，係啦，即係都係非常之厲害，星光熠熠嘅一個陣容嚟嘅。但係當年其實大家去估計喺技術層面上面，荷蘭係應該高出西德一個皮嘅。係啦。咁但係事後有啲球評家如果做分析嘅話係咩咧？就話全能足球嘅唯一一個其中一個最大嘅弱點係咩咧？就係一指錯就滿盤皆落索。
即係只要有一兩位球員係當其時，只要係發揮唔到出個水準嘅話咧，成個系列咧係有可能係即刻會骨牌效應土崩瓦解嘅，咁啊曾經會係咁啦。咁啊呢場賽事仲要荷蘭隊咧2分鐘，頭先我先同阿旭講，你諗下邊有可能啊？嗱你問荷蘭咧就一定記得嘅，荷蘭咧我都記得，係啊，即係2分鐘都唔夠，已經就入咗個12碼啦。係。我係 head 住你嗰隊，牌面都 head 住你，2分鐘已經入咗波啦。你有冇可能會覺得我會輸先？嗱講真，日耳曼民族講緊嗰啲咩不死精神啊，或者咩成咧，其實即係遠古以嚟都已經係㗎啦。即係對住第二隊可能未必，但係對住德國隊你真係即係難言，即係咁快就可以贏波。結果就上半場都未完咧，就已經反勝2-1啦西德。咁啊結果最後都係呢個比數去完結咗呢個賽事嘅。仲有畢特拿同埋呢個軍炸基梅拿。冇錯啦，冇錯同啦。埋奇連士文就有排啊！奇連士文嗰個年代做緊咩啊？爭2代啊！90年佢起再數多16，哇！真係細路仔。爭2代啊！咁樣。係啊，真係細路仔。你諗下，你連邊個都未講喎，你連和拉都未講喎，係咪先？咁啊更加根本就未去到奇連士文啦。俄羅斯咧，係咪？俄羅斯未到到，係咪先？係咪先？爭2代嘅。唔係佢哋問有冇選阿連尼加荷夫？加荷夫係咪嚟過香港踢波嘅咧？連尼加荷夫當屆10號仔嚟嘅，當屆就下半場出嚟就換走咗蘭辛布寧啊！如果我根據呢度資料上面嘅顯示嚟去計法啊，咁啊繼續去講一講啦。咁啊今日即係特登去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咧。25條啊！呢個真係我暫時喺度揾唔到中文譯本。頭先我先喺度問阿旭，喂，呢個字點解？嗰個字點解啊？或者點成？因為告魯夫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其實球壇上邊好波啲人有很多啦。咁但係點解你話告魯夫有陣時會特別容易，即係令到啲人覺得對於現今嘅足球嘅影響會係咁大呢？因為你話踢波叻嘅人唔少，但係擁有真正自己一套足球哲學嘅人唔多。係啦，而告魯夫係確實有一套佢自己嘅一個足球哲學而去灌輸咗出嚟嘅。咁你諗下，就係嗰啲尤其是佢自己帶去巴塞隆拿嘅4-3-3嘅陣式啦，甚至乎而家你聽翻好多嘅一啲巴塞隆拿嘅一啲傳奇，甚至乎可能沙維啊呢一類型嘅球員去講都係㗎啦。即係告魯夫將呢樣嘢帶到嚟巴塞，成個青訓梯隊都係咁樣用㗎啦。佢哋無論係幾多歲嘅梯隊，都係用同一套嘅陣式嘅啫。薪火相傳咁樣㗎啦。又係翻去我哋經常性去講嘅就係話，其實永遠青訓係最重要㗎啦。即食買翻嚟，你話要去變成即係巔峰或者係可以持之以恆地去做嘅話，其實係好難嘅。而呢個亦都解釋咗就係點解巴塞隆拿好多時求其喺 B 隊拉條友出嚟擺翻落 A 隊度，冇違和感㗎。係啊，係啦，而且個適應係非常之快。咁你可以睇得出㗎啦，就係即係一路喺套波入邊，我一路都係咁樣清白㗎啦。咁啊，所以出嚟個效果一定特別好。留住呢個拉馬西亞嘅血啦。係啊，唔好話我即係最簡單啦，拉舒福特都係曼聯青訓啦，係咪先？你話如果求其喺街邊執個，即係我咁講啊，得都好波嘅18歲僆仔擺落去，其實未必做到個效果㗎。甚至乎你而家將拉舒福特，假設你係將佢外借咗去第二隊嘅，其實未必適應得到，明我啊？但係歸為曼聯青訓嘅韋碧克去到阿仙奴，好似都適應到。好波咗添。好波咗添，係啦，連尼加荷夫嚟過香港踢精工，因為我曾經有一段時間都揾過咧，就係阿精工啊、保羅華啊嗰段年代咧，其實真係好多出色嘅球員都有嚟過香港度踢波，係啦，咁當然當其時其中一個最重點嘅位置就係嗰陣時球壇上面嗰個薪金咧，個幅度冇爭咁遠啊。即係你話曾經，如果你話真係出名嘅球員啊，近幾年真係講到出名喎，即係你話西甲，即係嗰啲阿盧比杜嗰啲，我唔係話唔好波啊，但係嗰個知名度其實係唔夠高。如果你話對上一個好有知名度而有嚟過香港踢波，咁你都要再數，你數嚟數去都係數翻畢特同基士文㗎啦，係咪先？而畢特同基士文某程度上就係羅傑承自己揞荷包出嚟請翻嚟㗎嘛。咁當年你話球壇興旺嘅時候，啲班主都係好容易即係肯出錢啊，而且係靠翻啲人物嘅關係啊。係啦，我唔記得嗰陣時佢哋有個荷蘭教練定係有個咩㗎，咁所以你話要去揾翻啲鄉里，喂過嚟踢翻1-2年衞生波玩下啦，咁樣好多都會肯過嚟即係玩下獻下技俾球迷去睇一睇嘅。咁啊，另外啦，呢個咧就係網上邊曾經啲人講過第25條告魯夫嘅即係哲學嘅理論啊。25個 code 啊，咁就話如果即係
睇完呢25條嘅話咧，可能你對於球賽嘅睇法都會有唔同啊。咁喺呢度同大家即係分享下呢25條嘅即係嘅説話嘅金科玉律啦，好嘛？講下足球嘅至理名言啊。係啦，咁所以你哋睇下點睇啦。聽完呢25條咁啊，因為冇字幕冇咩冇剩㗎啦，咁啊所以留心聽我嘅複述啦。咁第一條啊，同埋因為我而家係英文直譯做中文啊，咁所以咧我未必有修飾得太多。前後倒裝就自己要搞一搞。冇錯啦，冇錯啦。我幫你執啦。首先佢話咧嗱，技術唔係話你可以將個波的1000下。係，因為任何人只要經過訓練，不停刻苦嘅訓練都可以做得到，然後你就可以喺馬戲團入邊工作。係，技術係你傳波嘅時候可以即時地 one touch 到傳波啦，而用一個適合嘅速度交去你隊友適當嘅腳嘅身，即係腳上邊。順腳㗎啦，冇錯啦，呢個就為之技術啦，喺告魯夫嘅定義入邊。係，我哋聽完之後你都要拍下手掌。第二啦，如果有個人可以咧。睇下先，係啦。如果有個人將個波踢上半空啊，係啦，喺場波入邊，然之後咧的完個波之後咧，有4個後衞咧就咁樣即係有時間跑翻嚟，去 mark 住你嘅話咧，咁呢位的波嘅球員咧，睇下先，啱唔啱啊？係啦，呢位的波球員就嗰個可能會覺得啲人可能會覺得佢好叻。但係我會話俾你聽，你都係去馬戲團，都係馬戲團啦咁樣。其實意思都係一樣嘅，就係話俾你聽，你純粹有一個個人嘅盤扭嘅技術或者一個控球嘅能力嘅話咧，其實唔代表足球嘅任何嘢。花巧嘢冇意思嘅。係啦，咁啊，所以如果咁花巧咁花，就係你唔去馬戲團做係咪？大雞巴咁車落阿尼馬塊面度啊，分分鐘。唔係，應該唔係尼馬啦，尼馬都叫做實際啲啦。以前嘅 C 朗啦。丹尼神啊，講緊啲嘢，講緊即係花王啊！你插嚟插去，插可以咁講嘅，係啦，插嚟插去都喺原地度插嘅。係。第三，如果你喺每一個位置上面都揀一個最好嘅球員，最後你唔會攞到世界上最強嘅11人，但係你會有11個最強嘅第一人。係。即係佢呢個就講緊團體嘅足球嘅重要性啦。係啦。第四，喺我嘅隊伍入邊。龍門係第一個嘅攻擊手，而前鋒就係第一個嘅防守嘅球員啦。係。咁呢個我諗，如果你咁好簡單嘅，你睇紐亞踢波你都 feel 得到㗎啦。係。係啦，甚至乎2010年即係世界盃嗰球入球決賽入球，其實都係紐亞龍門球開出，係就係攻勢嘅第一下嚟嘅。即係一個龍門有陣時開到個波靚定唔靚，交唔交到去隊友嘅腳中，其實都已經對個球賽嘅影響都會大嘅。2014年係。係啦，繼續。睇先嚇。喂，你問我艾雲，我冇能力答啊！咩3340咩話，我冇。你不如去 BFB 嗰啲交流區問下，即係因為我首先第一我唔係打港版啊嘛，所以答你唔到，唔好意思啊。係啦，你試下喺而家呢個 chat room 問睇下有冇人問到你好唔好？答到你好唔好？好，跟住第五啦，第五點解你唔能夠擊敗一隊富豪球隊先？我從來冇見過一袋錢係識入波嘅。夠簡單直接啦，簡單直接啦，金錢唔係足球嘅所有啦。第六啦，我經常性咧都係負責掟界外球嗰個嘅，因為如果我拎得翻，即係界外球個波掟完出嚟，我接得翻嘅時候，我通常都係唯一一個球員係冇俾人mark嘅。係。第七，我係一個退役嘅球員啦，前球員啦，前嘅技術總監啦，係咪？一個前嘅教練啦，前嘅總教練啦，前嘅榮譽主席啦，哇！呢個排頭幾靚啊 ，CV 幾靚啊，但係亦都話到俾你聽，任何嘢都有終結嘅。都會過去。哇！真係呢啲真係哲學啊！繼續第八啦。如果一個球員，如果喺場上邊，當其他隊友犯咗錯之後，經常性你都會作出抱怨嘅話，呢一個唔係一個真正嘅領袖嘅人才。一個真正嘅領袖企咗喺場上面，其實已經應該 assume 咗，即係假定咗其他人係會犯錯。係講俾 C 朗聽㗎啦呢句。第九，乜嘢係速度呢？體育嘅媒體經常性將速度同埋視野咧係混淆咗嘅。你睇，如果我每次跑動啊都快過人哋，即係起動跑動嘅時間都快過人哋少少嘅話，你永遠都覺得我速度係快啲。
速度係相對噶嘛。係啦，所以佢嘅意思就係咁。如果我早咗你起步嘅話，就算我速度慢過你，只要我用我嘅即係足球嘅視野，其實係可以。即係呢句嘢係幫阿美斯呢個散步帝護航嘅，我覺得係。都啱嘅。係咯。咁確實佢散步又點啫？係咯，我係勁過你我入到啊！喂去咩？而且美斯起跑嗰啲位真係準㗎嘛。係啊，有用㗎嘛。好多時都係鬥大家嗰個起步點嘅啫。繼續啦，第10啦，睇先。只有一刻咧係叫做啱啱好嘅啫，即係傳球啊或者咩性嘅時候。如果你唔喺嗰個位置上面，你一係就係太早，一係就係太遲啦。差之毫釐就謬之千里啦！哇，呢啲翻譯一流。係。果然翻書仔啫，翻書仔。高學歷即係高學歷。但係都係講咗死代。11係咩咧？11我唔識點樣譯得最好啊！我未去有犯錯之前，我唔會犯嗰個錯。意思應該係講咩你諗？人喺錯誤中學習咯，係嘛？簡單啲嚟講。好啦，我揾唔到一個比你更加好。我未犯，應該我未犯過嘅，我唔會知嗰個係錯。應該係咁樣。告老夫啲金句同黎明有得揮，佢容易明啲嘅，佢容易明啲。嘅黎明。係啊，黎明嗰啲要 dep 多少嘅。係啦，睇下先。第12，當你係踢緊一場波嘅時候咧，如果我純粹以數字上面嚟計嘅話，大概平均每一個人就會控住個波3分鐘左右。係。因為90分鐘除翻22位球員啦，連埋可能後備換出嚟嘅，大概每個人持球就係3分零4分鐘左右。好合理啊！所以最重要一樣嘢係，你喺剩餘嗰87分鐘嘅時候，你係做緊乜嘢嘢？而呢一樣嘢有陣時就係去斷定一個球員係屬於好球員定唔係好球員。務求跑動呢樣嘢。冇錯。13，當你贏咗某一啲嘅榮譽嘅時候，你就再唔係100% 啦，可能只係剩翻90%。就好似一樽我哋有二氧化碳啦，係嘛？碳酸水咁上下啦，意思係咪？係啦，即係有氣嗰啲水嘅時候，當你將個樽蓋扭開咗一陣嘅話，冇幾耐，無論點入邊都係會少咗氣嘅。意思就應該係講緊嗰個真性心啊，或者嗰個係咯個心態嘅問題。即係仲係飢渴嘅時候，一定係發揮到你最盡啦。盡嘅。你睇下上屆車路士啦，如果係。好，14啦，嗱14呢啲咪完咯。球場入邊只係得一個波，所以你要諗辦法去爭奪佢。去爭奪呢個波。15，我唔係一個即係我唔係一個迷信嘅人，係啦。喺西班牙入場嘅時候，每22個人入場嘅時候都會做嗰個動作。係啦。係。佢話：如果宗教係有效嘅話，咁呢場波一定係打和。幾有趣嘅説法。16，我哋一定要去確保得到最差嘅球員，即係對方啊，最差嘅球員攞到最多，即係足球嘅機會最多。咁我哋就最容易去攞翻個波啦。哇！呢個要諗喎。最差，即係弱點攻擊咯，意思應該係對手，係啦，令到對手最弱嗰位球員去控球時間會長少少。17，睇下先。當你攞到個波嘅時候，你要令到個球場有咁闊得咁闊，而當你失咗個波嘅時候，你要將個球場收到有咁窄得咁窄。哇！即係呢啲即係冇得搏啊！足球哲學啊，你明唔明白？18。每一個專業嘅高爾夫球員咧，都會有好多唔同 part 嘅教練嘅，包括就係佢開波啦，包括嘅係佢本身最後推桿啊，或者諸如此類，每一樣嘢都有專門嘅教練嘅。但係喺足球咧，一個教練平均咧就要訓練15個球員，你話幾咁荒謬嘅一件事咧？19，喺第一彎喺首圈度出線，從來都唔係我嘅願望嚟㗎。如果你話要好理想化嘅話，我寧願係同巴西啊、阿根廷啊、德國呢啲對手同組。咁起碼第一 round 完咗之後，我有2個最重要嘅對手咧，就應該已經出咗局啦。呢個係我嘅諗法。係啦，如果去到最理想化嘅話，20，今時今日啲球員經常性射波都淨係識得用腳面射。我就腳內檔啦、腳面啦、腳外檔啦，兩隻腳啦，我都識射入波嘅。換句説話嚟講，我比而家呢啲球員
強6倍，冇錯。啊，點解會同亨利？好21，但小隊用 JJ 都識入喎。係啦。21，如果你圖具質素但係冇結果嘅話咧，係冇意思嘅。係。如果你只有結果，但係你個球賽係唔亮麗嘅話咧，都係冇意思，係非常沉悶嘅。即係佢強調緊華麗足球，而且又漂亮又有成績係幾咁重要啦。係。22，呢個世界上咧有少數嘅球員咧係當佢冇俾人 mark 嘅時候，佢係唔識得點樣做嘅。所以有陣時我會同啲球員講，嗰條友好勁啊，但係唔使 mark 佢，都唔奇啊。有啊，即係只要冇俾人 mark 咧，佢會發波瘟咧，係真係有嘅，好多球員係會，因為唔知點做，唔知做乜好。唔受壓嘅時候點樣踢咧？又或者頭先講嗰個情況嘛，你每個人得3分鐘，你剩得嗰87分鐘點算咧？係。好多人係唔識其實。係啊，而且就係我記得有個年代都話過啊嘛，有個年代曾經咧，碧咸咪成日射失12碼嘅，係。但係碧咸射罰球好準啫嘛。係啊。佢都話即係當佢12碼咁射。唔係啊，12碼你係前面擺個人牆，擺個人喺前面咯。冇人牆我唔係好識射。當個龍門係。係啊，你明唔明白？好，跟住23係啦，睇下先。我有陣時覺得係好terrible， 我譯做荒謬可唔可以啊？可以。係啦，我有陣時覺得好荒謬嘅。當有啲專家話俾我，即係有啲好有資質嘅人係俾一啲電腦分析嘅數據話俾你聽，佢係唔得嘅。因為如果根據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啦，根據而家喺亞積士嗰啲咁嘅情形之下咧，我當年咧係應該俾亞積士就訴諸於門外嘅啦。係。因為當我15歲嘅時候咧，我唔可以用左腳。即係踢個波咩15碼內啊？應該15碼內唔能夠將個波踢，即係15碼外啦，唔能夠將個波踢入網啦。我估計應該係咁講。係啦，如果右腳嘅話，20碼外咧我都做唔到㗎啦。而我喺技術同埋我視野上面嘅質素咧，係唔能夠用電腦去分析得到嘅。係啦。咁啊，又執翻我上一集嘅口水尾啦。我話啊嘛，現今嘅足球嘅時候，越嚟越多嘅數據化、專業化嘅分析。咁啊。我話數據化、專業化分析當然對於分析一場球賽好有用啦，但係就並唔係全部啊嘛。我話啊嘛，即係我哋即係當玩得多 FM， 識得多球員，知得多點排陣，就以為自己好識波。同樣道理，我哋以為揸住一份數據，揸住佢哋控球率或者點樣球員跑動等等嘅唔同嘅資料，唔代表可以完完全全去否定一個或者肯定一個球員。即係足球係一個咁多元嘅運動啦，或者就咁人嚟講啊，人本身咧係咪透過好多數字啦，即係唔好講足球員啦，你一個人話一年揾幾多錢年薪，你身高幾高，你有幾多架車等等呢啲數字，咪反映到一個人嘅素質咧？即係呢句説話，我覺得呢個精髓就喺度啦。數字人生即係唔係代表乜嘢？又或者我哋用我哋最易明嗰個方向去睇咧。頭先講啊嘛，若果用呢啲數據去睇，佢喺亞積士年代係一個被踢走嘅球員啊嘛。係。我哋咁諗的話 ，FIFA Winning 佢係可能得一個值60分嘅人。唉，過早去判斷，即係所有嘢都 quantify 咗咁。萊斯啊，我記得當年佢本身都係多蒙特青訓嚟啊嘛。都會話佢太矮定太瘦定咩？唉，走啦你，咁去咗無信交拍。最後咪翻多蒙特係咪？喺無信嗰度踢起咗翻嚟。係，亦都我哋睇過球壇好多人係俾人咁樣掃走咯。係啦。喂，25交俾你，我講24，因為25我諗唔到點樣可以譯得好好。咁你啲高材生係嘛？咁啊，唔係，因為24係呢25句入邊我最中意嘅一句嚟嘅。24係講咩咧？佢話踢足球非常之簡單，但係要踢簡單嘅足球非常之困難。係啦，呢個其實套諸任何地方都啱噶嘛。係。做人好簡單嘅，係咪先？但係簡單地做人又唔容易啊，或者甚至乎子華之前喺啲咩賣成 lady 都係咁講啦，咩世界很簡單，做人就好複雜，即係呢啲咧咁簡單嘅句子咧，你一定會令到你覺得get 到啲嘢咁樣嘅。好，25你會覺得係咩啊？我試下解讀我嘅睇法啦。係。我要故弄玄虛嘅時候咧，我就唔會解釋咁多噶啦。你見我留一手咁，你明噶啦，唔好問落去啦，係嘛？我覺得係。我明你講乜。係啦。我明你講乜，係啦，即係我唔會打爛沙盤就應該咁講。
畫公仔唔會畫公仔唔會畫出場，應該咁講啊。我會俾你見晒全部。咁呢個就係25條告魯夫嘅 code 啫。係啦。第25句亦都認證咗佢頭嗰24句嘅風格啦。咁啊當然啦，有啲朋友就話啦，哎呀講啦，係啦，講同做咧有兩件事嚟嘅。又例如又話，哎呀，跟住又嚟啦，雲高爾啊，咪呢套理念咯，啊，咪踢到劈屎咁咯，咁樣樣。嗱，即係我覺得啊，我講我睇法先啊。好。我覺得係即係講明教主啊嘛，佢係傳授個哲學咧。咁你如果你要睇 Bible 嘅話，你梗係有咁形象化，有咁神聖得咁神聖，有咁理想化啦，咁理想化啦。即係呢套係一個理念嚟㗎嘛，大家都明嘅。但係你實際執行咁頭先都講過啦。即係足球也好，現實生活所有嘢都係，你就係因為有咁多可以影響結果嘅因素存在，嗰樣嘢先好玩啊嘛。冇錯，我係非常之認同嘅。再加上嘅有陣時，我哋都話學師你係咪學得夠精啊？係咪學得夠深入啊？咁樣樣，即係捉到鹿唔識脫角啊，經常性都有㗎啦。係啊，即係你又話。摩連奴啊，師承雲高爾又話師承波比粒神等等啦，又集國家之大成，咁係會有青出於藍嘅例子㗎嘛。係啊。咁你話阿保亞斯羅渣士又話係師承摩連奴啊咁樣樣，咁啊確實係有學唔捉師或者捉到鹿唔識脫角嘅例子㗎嘛。係。咁所以有啲嘢好難講嘅。咁而且你話告魯夫當然啦，球員嘅年代或者做教練嘅年代都非常之多豐功偉績啦。但係一樣嘅就係佢當年即係巴塞嘅所謂嘅夢一啊。龍之隊嘅第一代啊，即係你聽到嘅一啲好出名嘅球星，其實都係佢麾下之中效力啦。咁但係你話嗰陣時佢咪一樣試過俾阿 AC 米蘭炒4-0？係。嗰隊嗰陣時都係叫夢一㗎嘛。咁有陣時係咁啊，即係足球嘅嘢。即係唔會一本通書就睇到老嘅。冇錯，但係你話入邊嘅一啲硬道理，你話有冇錯呢？咁我覺得就未必有錯嘅。係啦。咁啊，另外我睇下仲有冇啲乜嘢去同大家去分享下啦。如果喺呢個層面上面嘅話，因為好多人特別話，如果你話佢最而家受到佢影響得深而可以即係做到成績嘅，咁就係阿哥迪奧拿啦，係。唔怪得知雲高爾成日喺度做筆記，跟住呢，關咩事啊？唔知喎，又係伊雲巴打講喎，可能又係寫金句嘛，寫定佢集低啲咁嗰日。嚟到嘅金句係嘛？係。睇下先。講盤球？告魯夫嘅盤球技巧係嘛？你想講？唔知噃。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如果喺呢個層面上面嘅話，咁啊睇下大家仲有冇啲乜嘢要加入啦，如果冇嘅話呢，我哋可以去下一個嘅話題。不過有人甚至乎啦，頭先都呢度加多少少資料，就係話究竟全能足球嘅起源係點啦。咁有人會認為係米高斯啦。係。咁但係米高斯之前呢，有人會認為呢，就係其實都係嚟自50年代嘅匈牙利足球隊嘅啫。甚至乎有人話其實米高斯當年都係受佢教練影響啫，而個教練呢，就英國人嚟嘅，咁所以好多嘢都無從稽考嘅，好多嘢都無從稽考。足球嘅來源，蹴鞠定係現代足球？英國乜好好啊，呢個例子係啦。不過50年代嘅時候嘅匈牙利國家隊啊，真係確實非常之厲害嘅。係啦，呢個你可以睇一睇啦。而當年我記得我睇過一本北華流嘅書咧，就係講即係由第一屆嘅世界盃開始講起，講到佢哋當年嘅，我記得好似係94定98年嘅世界盃啦。咁啊，哇！啲歷史嘢都精彩，咁而且講其中最大嘅篇幅係令我認識咗一位匈牙利球王，就係普斯卡斯啦，係啦，咁樣樣。終於知道個獎點解要叫普斯卡斯獎係嘛？係嘛？點解祖迪告魯夫咁渣？姚明個仔打波未必叻啦，係咪？唉，好啦，咁我哋即係轉個話題啦，好唔好？咁啊，希望即係一路好走啦，呢位荷蘭嘅名宿。咁啊，跟住我哋去下一個話題啦，好唔好啊？下一個話題咧就翻返去你嘅話題啦，好唔好？好啊。好啊，咁啊，台長，我哋去下一張圖，唔該。嚟啊！嚟啊！贏波上嚟呢啲定律嚟㗎啦。我自己都唔想撳，即係上個禮拜輸波㗎嘛。係。咁啊唔得閒。即係真係唔得閒嘅。啱啱啊，如日剛剛。係啦。咁啊，今個禮拜呢場波利申啦，咁啊都一早校定時間睇㗎啦，但係好不幸地，因為小弟嗰個屋企睇
用自己嘅方法睇嗰個裝置有啲問題。上半場我 miss 咗嘅，咁淨係知道即係上 Facebook 睇翻入波啦。咁啊當然就覺得啊馬達好乖口咁樣傳球咁啊新仔又射得幾靚喎，即係令到迪維謝利斯加埋呢個祖亞特都冇乜符咁樣。咁但係下半場睇都覺得施華好 fit 嘅，每一球都交到好毒咁樣俾阿古路啦去起腳啦。咁但係我覺得今場呢，最主要就係迪基亞表演嘅場次唔係嘅次數已經終於冇咁多啦，因為我哋都有呢個細緊去包，即係史摩寧啦，去包晒所有嘅波啦。咁有人又話伯蘭特fit 翻啦，等等啦。咁但係都係偏悶咯，即係以前睇曼市打比嗰種心情呢，今次反而冇咯。即係個結果係重要嘅，但係如果睇個比賽嘅過程，我就冇嗰個緊張嘅感覺咯。究竟有幾多年未試過曼市嘅？即係自從曼城唔使啦，應該唔係咁講，因為曼城未崛起前，不嬲都係曼聯贏㗎啦，係咪先？唔係，即係不嬲都係曼聯當其時一定係睇高一線嘅，係啦，或者處於一個爭冠嘅行列㗎啦。即係有幾多年未試過曼市嘅打比，呢兩隊球隊都同冠軍完全扯唔上任何關係嘅咧？其實都真係好多年。係啊，即係就算當年曼城係即係孫繼海嗰啲年代，都有陣時要俾曼聯 SM 嘅時候咧。咁但係當其時咁費亞遜年代就英超冠軍都係曼聯囊中物嚟㗎啦。及至曼城嘅崛起之後，其實即係甚至乎令個比賽更加緊湊啦。通常呢兩隊波無論點都僅有一隊係即係喺即係喺爭冠嘅行列㗎嘛。係啦，更甚者曾經有一段時代，有啲人會認為即係當然費亞遜都仲喺度嘅時候啦，佢哋認為曼聯、曼城同埋車路士呢三隊咧，其實喺英超嘅幾大嘅豪門嚟去計法咧，係相對再較為穩定啲嘅三隊嚟嘅。係啊，曾經係啦。係啦，咁認為另外嗰啲利物浦啊、熱刺啊、阿仙奴啊，就三隊爭一個歐聯席位咁樣樣。但係時勢嘅今季就乜都唔同晒啦。今季完全另外一個景象啦。咁喺荷蘭，即係咪喺曼聯嗰個表現上面有冇啲咩點評啊？喐嘢？喐仔啫。唔係啲人叫你雲喐㗎啦。點評嚟講，我自己咧，當然呢個點譯話？邊個？拉舒福特。拉舒福特啦，咁入咗好多場關鍵嘅賽事都有入波啦。咁但係我成日都傾向咧新仔嘅嘢係咪真係需要值得大家打咁多 J 呢？咁會唔會睇多幾場先啦？咁因為從來曼聯都有起碼，即係我唔敢講粒粒皆星，但係起碼都有啲擔大旗嘅球星喺度。但係今時今日都要淪落到要靠新仔嚟定我哋一場嘅生死。咁我覺得呢樣嘢兩睇啦。某程度你可以話希望有啲人講到好誇張，係重現92黃金一代嘅盛世咁樣，就有啲青訓上位啦。但係亦都要反思下而家究竟英超啦，或者唔好就咁講曼聯啦，或者英超成個究竟仲有幾多球星喺度呢？哇！突然間講到咁頹廢嘅你個衰鬼，我都係偏向消極㗎嘛。咁同埋我見到 channel 都有人問保唔保到前四，我都睇淡啊！而家越嚟越即係係咩？越嚟越近咯，越嚟越接近每次越嚟越近。咯。曾經夠話咩啦？可以係爭冠啦，咁轉個頭咁樣過咗個聖誕，過咗1月，過咗2月，而家係咪？同埋睇一睇餘下賽程呢，我自己覺得，如果以曼聯今季呢個鋤強扶弱嘅狀態、作風等等，我唔係咁睇好嘅，其實。係嘛？係啊。嗱，既然係咁，我哋不如即係曼聯嗰度，我就冇乜補充㗎啦，我都大致上唔同意，因為曼聯贏咗場波同輸咗場波，你都覺得同球員咪冇乜關係嘅，唔係即係應該咁講，同佢發揮得好唔好係冇乜關係。係。明我講乜嘛？呢個。要揀去分析佢部署可以分析，但係唔係一啲太 juicy 嘅地方咯。咁啊，話說因為今週係國際賽期啦，咁所以我哋今週就唔會太多嗰啲咩前瞻啊或者咩成。係。咁我曾經有諗過，即係今個禮拜可唔可以同大家去分析、剖析下咧，即係英超嘅幾大嗰啲前列球隊，實際上，因為大家都知㗎啦，有打機都知啦，FM 起碼令到你知道咗啲咩，知道多啲規矩。係。咁你好知英超之前咧就係即係4+8㗎嘛，4+4嘅。
4+4即係25個註冊嘅球員入邊咧，要有4個係自家嘅青訓啦，再加4個咧係呢個喺本土訓練出嚟嘅。咁總共要有8個。咁如果你話你本身自家青訓已經有6個啦，咁得唔得啊？咁啊已經可以頂埋另外嗰2個位啦。明我講乜？明白。係啦。咁啊而家之前我都投入過，就近年就改埋制啦，但係我突然間我又唔係好記得嗰個改咗制之後係點啦。咁但係咧可以同大家去分析一樣嘢咧，因為我做咗一個數據。嗱，話說曼城而家一隊嘅陣中咧，係球會青訓嘅球員咧，就只係得一位嘅啫，一線隊係一個18歲嘅叫做B 柏加咁上下嘅。咁當然你都知應該唔會有一線隊嘅一個曼城啊嘅經驗嘅。咁而曼城陣中咧就有4位球員咧，就喺15至21歲嘅時間咧，就最少有2季定3季咧，就喺即係英格蘭嗰度受訓啦，係啦。咁嗰4位分別咧就係、是、你會知點解佢哋啲人首先點解會買佢哋翻嚟，同埋點解佢哋咁值錢啦。第一個祖夏特啦，毋庸置疑啦。第2位史達寧啦，第3位基治啦，第4位係今季買翻嚟但係相多過踢嘅德夫。咁所以當曼城咧喺呢個位置上面咧係唔夠人，你會見到得5個嘅就加埋。佢唯一另外嗰位咧，如果去到出年年中嘅出年季尾之後咧，就可以當係球會青訓嗰位咧，就係伊恩拿祖。即係都係第6個啫。咁首先曼城你知靠金錢堆砌嘅球隊，咁呢方面一定唔夠腳㗎啦。咁所以咁你呢度爭幾多隻腳嘅話咧，咁你個聯賽嘅註冊名單咧就會少咗幾多個㗎啦。明我講乜嘛？明白。咁啊，再加上就係話陣中就傷嘅傷，而且個平均年紀又偏大啊。咁近排有一日黑到鼻啊，你就會發覺有啲人因為有個疑問㗎嘛，就係話點解一隊咁有錢嘅球隊會搞成咁？係啦，會去到完全冇兵用嗰種狀態。點解祖亞特傷、金賓尼傷，跟住而家連即係嗰隊中堅又話傷傷地咁樣，去到完全冇兵用嗰種狀態。咁啊，呢方面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啦。因為我諗過即係好多唔起眼嘅限制啦，或者嗰個制度啦，會影響住呢件事嘅。其實冇錯啦，因為我唔記得咗，即係最新頒布嘅制度係而家已經用緊啦，定係下季先用咧，我就唔記得啦。咁啊，但係確實地，曼城同埋車路士咧喺呢方面嘅人數咧係最少嘅。咁我數一數車路士俾大家聽下咯。車路士喺球會度訓練嘅青訓包括有泰利。唔使講啦，唔使講啦。盧菲斯卓克，即係近排啱啱冒起嘅一位啦。另外有3位就係英格蘭度咩嘅，分別係加里卡希爾、法比加斯，同埋比高域。比高域都係。冇錯，咁其他都唔係㗎啦。咁啊，即係資料來源喺邊咧？我唔怕話俾大家，GM 資料來源係嚟自 FM 嘅，因為佢呢方面嘅資料係做得好足。而且係好準確。我懷疑專業人士都要睇翻 FM 啊。甚至我覺得甚至乎比媒體即係要揾更加係方便。我可能會花一集，可能下個星期嘅時候特別去同大家去講下呢個位置。因為如果我咁講，邊隊最唔缺呢？其實利記啦、曼聯啦同埋阿仙奴呢，喺呢個方面呢都非常之唔缺嘅。嗱，我快快脆脆讀一次，咁大家可以知道啦。曼聯好冇？曼聯球會訓練嘅。派利拿啦，麥乃啦，連加特啦，贊奴沙啦，朗尼啦，5個。另外咧喺球會入邊嘅咧就包括有卡域克、佐揚、舒拉達連，即係喺國家度啊，我意思係菲爾宗斯、蘇爾同埋史摩寧。咁啊，蘇爾在下季季尾都可以算入球會入邊嘅啦。咁所以曼聯喺呢方面咧係充足嘅。咁啊到利記啦，利記。法拿根啦，有錢仔，係啦。另外嘅一紮嘅就全部都係即係利記尤其多英格蘭兵㗎啦，大家都知啦。包括有咩詹士米拿、拉蘭拿、史杜列治、軒達臣、佳尼、哥爾卡、祖艾倫、丹尼京斯、伊比爾。咁到阿仙奴啦，阿仙奴就最唔缺，因為阿仙奴最多就係自家15至21歲嘅產品。包括中意僆仔呢個就大家都知㗎啦。所以點解有啲人佢成日都唔賣走啊，或者點成？因為佢呢啲係值錢喺嗰個席位度嘅。沃確特、張伯倫、比利連、拿比、藍斯、基比斯、韋舒亞、高基連，淨係球會自家青訓都8件。
自家青訓意思就係15歲至21歲呢段時間喺球會度受訓超過3年，好似意思係咁樣。另外兩個唔係嘅，一個就係韋碧克，一個就係張伯斯。咁所以有啲球迷會怪點解曼聯會賣走韋碧克，因為韋碧克係屬於曼聯嘅青訓嘅名額。咁但係曼聯原來唔係太缺喎。如果就頭先睇翻呢個表嚟去睇法啊，有巴打話伊恩拿祖勁，我都覺得佢幾犀利。係啊，有人即係會話點解曼城呢場波咧係換啊，即係下半場係換啊韋費特邦尼出嚟咧，而唔係換阿伊恩拿祖，因為無論喺狀態或者同阿古路嘅麥卡利合拍度，都係伊恩拿祖取勝嘅咁樣樣。咁唔知啊，因為有陣時咧。最近呢1-2個禮拜，大家咧因為足總杯同埋歐聯都出咗局啊嘛，大家就口誅筆伐雲加，口誅筆伐得好犀利啊嘛。係咪因為柏歷連尼無論點都要拍囉柚就走咧？其實曼城近排嘅狀態係離譜嘅喎，係離譜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啊？台長，我哋係咪有咩啊？有積分表去俾大家望下。歐聯上嘅對手又係贏得合理㗎，正常對住呢個咁嘅對手。係啦。即係你只係入咗8強啫，你望下近6場嚟計，曼城係輸咗4場嘅噃。作為一家豪門咁樣，即係我諗。唔係無論點甩皮甩骨，冇理由係咁咯。明我講。都唔會甩到咁啊，係咪先？爛船有3根釘啊，係咪？3根釘都喺度啊，即係。冇理由係去到連前4。都危乎，前5佢輸得最多，如果呢6個禮拜睇。係啦，佢而家同阿韋斯咸啊、曼聯啊，只係爭1分嘅差距。即係可以講埋，即係對上個週啲英超。如果唔係利物浦自己將個大好形勢送咗出去嘅話，因為利物浦仲要再打少多1場，俾阿曼聯同埋韋斯咸，而俾阿曼城仲要打少2場添。咁所以如果喺失分上面，如果利物浦本身係攞齊3分嘅話咧，好貼㗎，係貼得好緊要㗎。咁但係而家就自我放棄咗啦。咁但係你話你諗呢件事係幾離譜？咁再講下啦，我哋不如講下李成啦。嗱，今日唔講阿仙奴，今日講下李成啦。好啊。即係李成咧，成套波唔同咗啊！真係發覺。同埋咧，又引證我成日都講嘅一件事情，我哋話足球最重要決定勝負係咩咧？即係你鬧我都係咁話，我3分以內。唔係就係運氣咯。運氣咯。運真係好緊要。球迷們好中意嗱，我話啊嘛，球迷們去捧一隊波，其實就要揾位有機會打 J 啫嘛。所以一定點都要揾個位打 J。足總杯係足總杯，聯賽杯係聯賽杯。第3係第3，8強係8強。第4都係。有新星，總之無論如何要揾位打個 J。啱啊？係啊。咁突然間斷咗片添，係啦。點解無啦啦要講呢件事？打 J。講李成而家個。係啦。咁所以好多人咧，又中意就係話喺賽後咧做好多唔同類型嘅分析，然後話哎呀點解會贏，點解會輸，點解會咁，或者等等，去揾一啲好多原因咁嘅嘢啦。咁但係我不嬲都話其中一樣嘢我哋唔能夠抹殺嘅就首先一樣嘢就係光環效應啊嘛。第二樣嘢就真係運氣啊嘛。光環效應大家睇得到嘅，咁你睇曼城而家個光環效應咪冇埋咯。就係冇人會驚你啦嘛。呢幾年大家有見㗎啦，呢幾年喺英超見得特別多添。曼聯之後就車路士，之後就係曼城，就係你意想不到地可以沉淪得咁緊要。GM 一打 J 啊斷片。多謝。係啦。沉淪得咁緊要。你估唔到可以沉淪得咁緊要啊嘛？甚至乎我成日都要舉個例子啦，上屆嘅多蒙特。即係你當一沉淪嘅時候，唔係話你話，哎呀隊波出咗咩問題，係咪實力有啲咩問題，教練咩問題？我講好多次，有陣時所有嘢都冇問題，超越咗常理嘅解釋。隊波就出咗事咯。係啊，你明啊？因為我翻去李斯特城，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得多李斯特城呢幾場嘅波。咁有啲人有分析話李斯特城而家改咗咯，唔係有前冇後打法咯。咁啊，我唔知佢係咪，我唔知雲尼亞你係咪特登地去改。但係其實呢幾場波咧，李斯特城咧，你話係咪即係你見啊？自從輸咗俾阿仙奴之後，近5場咧係4勝1和。你話少咗波。你話係咪好叻？入少咗波又失少咗波。講真喎，李斯特城係咪真係踢好咗？唔係講真喎，李斯特城好多場波係絕對，即係呢5場嚟去計法啊，每一場都有能力失分。都有權去失分，都唔係話真係表現得完全係令人信服地全取3分，但係佢就接近每一場都全取3分，有驚無險地，即係突然間兩場大家都係打成均勢，而我就把握到唯一一個機會，
就全取3分而回啦。好多場係1-0㗎，而且1-0，然後你再望下嘅就係陣上邊嘅場面上面嘅控制上，佢唔係好過一邊嚟嘅。掹掹緊咁樣嘅。但係雲尼亞里或者李斯特城或者成隊波，今季由一開頭嗰種靚法，靚到冇傷冇病，靚到一路用住呢紮兵，靚，就靚到佢而家都仲靚緊。就有呢條命喎。去到呢個 moment 仲贏緊5分喎。係。但係即係唔係頭盔啊？即係我自己無啦啦喺度揾嘅時候，喂嗰次啊，利記啊、謝拉特善泰嗰次咧，都係絕對優勢啦。係啊，都係帶到尾，跟住帶緊，係咪又係帶緊5分啊？咁上下㗎。好似係帶緊5分啊！係啦，帶緊5分，因為佢對車仔嗰場係和波都夠做嘅，只要贏埋嚟緊嗰2場，我都好記得呢件事情。你都可以喺3場波入邊將個英超冠軍送咗跌走咗嘅。咁你話李斯特城會唔會？你話當然喺呢一刻度，你話我同你或者嗰位癌症的球迷，即係李斯特城嗰位啊，大家應該都有睇嗰個新聞啦。期唔期望李斯特城可以加冕呢？係啦，或者創造奇蹟，啲人中意睇奇蹟嘅，係啦。但係會唔會你話突然間2-3場波完全打回原形呢？亦都睇唔到有呢個機會嘅，暫時。唔知啊，亦都唔出奇啦。不過唔緊要啦，後邊啲人都輪住地繼續失分啦，係咪？大家都跌喎，公平啲啦，唔好成日都笑謝拉特嗰球。曼聯嗰年都係啦，失俾曼城。本身好穩陣㗎，後尾俾人後來居上，阿古路絕殺，昆士柏咯。好嗱，的神唔該晒，係啦，有人已經揾咗俾我睇啦。本國青訓球員數目會增加至12名，係啦，佢係減低咗球會需要嘅青訓。OK。好似球會需要嘅青訓減低到2名，而將本國需要嘅青訓咧就加到12名。係。咁對於豪門嚟去計法咧，即係此例一開咧，英格蘭本土球員就一定會更加貴㗎啦。係。或者應該15至21歲嘅時候喺英格蘭嘅球員咧就一定更加貴㗎啦。係。因為我可以買你翻嚟啊嘛，我唔一定要自己 train 翻嚟啊嘛，我可以買啊嘛。咁所以自己青訓又相對都可以有個賣俾你喎，係咯。只要係本土球員。係啊，所以咧呢度咁講啊，除非伊恩拿祖咧即係打得好差嗰個表現。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諗伊恩拿祖未來10年應該都係伊蒂哈德球場。係搲住唔放。係。我想問你啦。你講。嗱，雖然我哋而家篇幅喺李城嗰度，但係頭先咧承接你頭先個 topic。好。熱刺咧，大家都知而家都用好多自家青訓。係。佢嗰個數字又 check 唔 check 到咧？等我揾一揾先，因為我係要撳個 FM，咁我係影相，揾到熱刺，哇！證明到我啲做足功課啲主持人，因為成日驚咧，哎呀今晚唔知講咩 topic 啊咁樣啫。嗱，熱刺真係，喂熱刺拍得住阿仙奴喎。係咯，我就諗下。熱刺自家青訓咧，自家青訓係去到有7件嘅。阿仙奴就係8件，咁阿仙奴係8+2，熱刺就係7+4，係啦11件添，咁我讀下邊7件嚇。熱刺自家青訓包括丹尼路斯有得打，係啊，美神啦，美神都眾神嚟啊今年。阿卡路爾啦 ，Tom 卡路爾新星啊，哈利簡尼啦，呢位我諗係熱刺最值錢嘅球員啦。咁啊另外賓特納啦。咁啊，另外一個叫哈利韋斯咁上下啦，就少出冇乜機會出場啦。奧羅馬啦，咁啊呢個18歲嘅啫。咁啊，跟住另外4位係本國嘅咧，包括有基爾獲加啦，查比亞啦，右閘嗰位，賓戴維斯啦，同埋咧就係另外一個咧，就夏季季尾咧，亦都會變成自家青訓嗰位咧，就係阿里啦。咁所以熱刺喺呢個陣容嘅結構上面係非常之完整嘅。除非普智天奴離開，而且換咗一個真係教波非常之不善嘅教練啦。係啦，如果唔係熱刺，我諗係個實力係即係你話車路士下季會唔會翻到一個好漂亮嘅光景咧？咁呢個邊個都講唔埋，邊個都講唔埋。曼聯要幾時先至可以回復得到個水準咧？呢個亦都睇唔到，難以預料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熱刺可以 keep 到呢個班底，哈利簡尼仍然可以即係近1-2季嘅進步係非常之顯著啦。係啦，keep 到呢一套 form 嘅話咧，咁熱刺應該每一季都係一個好穩步上揚咯。係啦，好厲害嘅一個嘅爭勝者啦。係啦，睇下先。
係啊，損害英格蘭聯賽質素啊嘛。其實同樣嘅嘢我曾經講過啦，其實放翻去中超度一樣啫嘛。中超亦都係有一個外援嘅限制啦，同埋中超要求龍門係一定要用中國嘅球員啦，等等呢啲全部都係保障翻本國球員嘅即係發展啦，發展啦，應該係發展嘅最重要啦嚇。拿咗個機會走，佢唔會甘心踢後備啊。唔知佢嚟緊嗰個發展會係點？咁因為我諗連曼聯陣中嘅球員都唔知自己下季會點啦。係啊，我諗除咗阿古路知道自己個飯碗應該係穩陣之外，除咗雲加，係啊，其他都難啲啦，係咪？咁啊，有人問我點睇加時可以換多件啊？咁咪試下咯，都得正嚟嘅。係啊，因為好多時你都發覺加時上下半場有啲球員都賣晒老抽㗎啦。係啊，咁可以換多件對調動都好啲啊，換多件可能早幾唔使出局咧，啱啱同陸上係咪？咁啊。耿耿於懷喎，仲係冇咁講，好啦，喂，last 就講多兩句啦，喺即係今集嘅節目。係。下集先同大家做歐聯分析啊。咁有兩位球員我特別想點評嘅，又係即係貫徹始終，我成日都要指出一啲好多嘢唔係大家所睇咁簡單嘅事情啦。係。有兩位球員呢，即係轉咗會之後呢，即係跌鍋跌到叭叭聲。叭叭聲。一個你都知，應該我係講阿賓迪基啦。係。即係你見啦，而家聯賽榜排包尾嘅就係阿士東維拉啦。係。阿士東維拉陣中本身最勁嗰位就係賓迪基啦，係咪先？咁但係賓迪基去到嚟呢邊，大家都去雙輸嘅局面，即係完全係雙輸嘅。咁啊，而賓迪基直情係去到，哇！你又冇速度啊，又唔識點，又咩又成。喂，佢係阿士東維拉唔係咁嘅噃。八面玲瓏嘅喎。八面玲瓏嘅噃。又話佢有技術、有身形、有足球智慧等等。乜都齊嘅喎。我係要不停再引證嘅一件事就係喺細會度打得好嗰啲咧，有陣時一去到大會咧，真係慌失失，完全唔適應㗎。所以點解我話自家青訓真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因為一個係佢，另外一個就係啱啱曼城陣中嗰位韋費特邦尼。哦，係啊。喺史雲斯入邊，大家都會覺得曼城最衰嘅就係買貴咗少少。係。但係當其時韋費特邦尼係有用㗎嘛，大家睇好㗎嘛。睇好㗎嘛，哇！杜奧巴之後啊，又嚟一個即係又有用嘅空中霸王咁樣啊，有身位又有點又成。而當其時嘅韋費特邦尼都係 OK 㗎嘛。係啊。越踢越沉，惡性循環。擺落後備又冇乜時間出場，冇乜默契啦，冇默契踢得差，冇波入，冇正選又翻後備之後狀態差，然之後俾人少，跟住所有嘢江河日下。咁我又想問，係雷米喺呢個 case 就冇咁嚴重啦。邊個雷米啊？車仔個雷米啦，仲有波踢咩佢？佢冇得踢嘅，但係佢出嚟好似都交到啲貨嘅。勉強啦，即係呢我諗阿賓迪基同埋阿邦尼呢一種咧，係慣性喺弱隊度打單箭頭。大家可以即係諗下個位置上面就係喺弱隊度要打單箭頭嘅人物咧，當嚟到係大會嘅時候咧，其實適應真係唔係容易嘅一件事嘅。尤其是你會發覺好多呢一種都係一啲柱躉式嗰啲嚟嘅。係啊，賓迪基我覺得佢最慘一樣嘢就係嗱嚟緊歐國杯咁，比利時就大家好睇好㗎。佢而家完全完敗於呢個盧卡古不特止，連奧力治都爬去頭嘅。奧力治好波啊！係啊，有速度啊！係啊，咁咯。我季初話睇好三個球員㗎嘛。係。奧力治其中一個啦。仲有兩個咧？仲有一個就係阿利物浦嘅，死我唔記得咗名添。邊個啊？德甲過嚟嗰個咧？費明路。啦。仲有個咧？第三個迪比。咦？對家嗰兩個你都中喎。對家兩個中，但係自己嗰個中晒風喎。佢哋都搞咗半季先適應到嘅。係咁嘅。呢度都係奉勸好多球迷都係一樣啦，即係任何嘅球隊你係真係愛嘅，俾多啲耐性啦。係啊。而屌係可以，唔係話唔可以屌。屌梗係可以屌啦，傻豬嚟嘅。係啊，咁啊，但係最後我用翻即係首尾呼應咧，用翻告魯夫嚟去講法啦。即係你話我點都係覺得告魯夫其中一個説話係講得好好嘅，而我喺呢度我都不停講，我認為足球嘅賽果咧、結果咧，唔係足球嘅全部，唔係佢最美麗嘅地方。係。始終足球都係帶俾人娛樂啊，或者係牽動別人的情緒啊咁樣。最終個目的其實都係娛樂為主啦。係。你話如果
一隊唔會輸嘅波，但係悶到不得了嘅，其實係唔會吸引人去睇噶嘛。你吸引得人去睇好多時都係牽動情緒或者一啲嘅入球上邊啦。咁只不過有陣時就喺華麗足球同埋實用嘅足球之間點樣去攞個平衡嘅啫。係啦，我係會咁樣地去覺得。咁但係每地大家都純粹以個成敗去論得失啊，或者就係以個球隊嘅賽績，或者喺個聯賽、杯賽可以行到幾遠呢？咁我覺得就唔係太公道嘅一件事，就係咁啦。有冇嘢講？旭哥對迪比有冇勁喎？旭仔對迪比，我雖然成日都話佢啦，又話我鬧佢啦，咁但係我都係心底裏都希望佢成才嘅。有期望嘅，係嘛？希望慢慢會成為一個有價值年年去，唔係每場去爭取正選位置嘅球員咯。呢個係最低限度要做到嘅嘢。哇，好鬼保守啊！喂，咁你歐國杯唔使打啦嘛，把握個暑假機會嚇，進化翻自己係嘛？當年大家都係咁講，當年嘅7號 C 朗都係咁啦。好啦，係啦。咁啊，既然係咁咧，咁啊，今集即係 E-Boy 節目就差唔多啦。咁啊，轉頭翻嚟3分鐘之後咧，就係 GM Show 啦。因為本人今個禮拜咧就唔知點解發生咗啲咩事，轉頭可以同大家講下。3分鐘後翻嚟咧就 GM Show 見。好嘢嚟嘅。